台中红坑牧场顶个月白禽流感负责人暗刻已经甲牵挂者4家带起来，法院裁定负责人及禁建地主持20万交保。民众党新上任的立委李正秀有中国配偶身份，对外国有去中国2届，申请放弃，不过都无法处理好势。台北汽车运销公司外包的玻璃厂回收厂，顶礼拜六一个17岁少女加入去加喙机当场死亡，发现头家无解保落检保。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初3 AM 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台中的红坑牧场，顶个月月底爆出着禽流感，这省份的业者呢，唔那涉嫌暗砍疫情，搁伫咧台中的案场含庙的后人一大私人土地，甲这4家代起来，总共带1700多只。那台中的检方约谈这省份的业者，啊，搁两个员工，甚至是庙的后人的地主，也拢找来问话。先后是依照涉嫌违反废清法，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法院在今仔日裁定，这业者羁押禁见，地主呢是20万交保，限制住期。特务电话外口有封锁线，另外还有台中市动保处的人员在警戒。台中丰原防控特务场伫1月底时阵爆发禽流感确诊，但是省份的业者无照规定通报，涉嫌暗砍，佮找世间的朋友甲4家运气庙的后人带起来。台中检方初二去到饲鸡场，和业者徛家熟悉，而且约谈涉案的人员。省份的业者和世间的地主嘛，互检方向法院来声押。台中地方法院嘛作出裁定。本院审酌云信被告跟多数的证人共同被告有利害的关系，而且他是养鸡场的负责人，其串供灭证之风险较高，那认为有羁押的必要。那严信被告的部分，准以新台币20万元拒保，并限制住居。台中市府统计，红坑牧场差不多有7000只鸡，拢总有1773只感染死亡。业者家己讲有623只是待伫台中的案场内面，1150只是待伫庙里。除了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和特务法，拢总甲因罚115万。饲鸡嘛必须要照规定去化。台中市饲鸡协会表示讲，这个特务场入批资历无界长，管理方式佫需要加强。2摆甲无，甲我记了甲2年尔，有可能就是常常顶话声，唔知要安怎处理啦。主要是过场的家己防治做好就好啊。根据农业部防检署的监测，咱国的禽场对2022年11月检出第1例 H5N1 禽流感病毒以来，禽场确诊的案件加起来已经有135件。今年到1月30为止，已经有7件案例场，以云林、彰化和台南这县市上济。受到 H5N1 感染的动物，呼吸道分泌物和屎尿有可能有病毒。疾管署嘛呼吁民众爱落实防疫。不生食蛋类或禽肉，或者这是肉制品，这一定要煮熟哈，不要说半生不熟。疾管署强调讲，为了防范动物传人的这种新型的 A 型流感出现，各地方卫生单位若是接到动物流感的疫情通报，就会开始疫调，而且帮助清场，嘛提醒民众要确保禽肉2类完全拢煮熟才食，才会碍6脉的防疫原则。记者综合报道。拄则迄条是土地摕来带4家啊，按若讲到这条呢是乌这沙石啊囤这废弃物来看高雄的比拢大树呢，骨落地土地去年8月就标出讲有人偷乌这沙石啊囤一寡废弃物，其中这比拢案件经过半年追查，发现主嫌对10年前呢就开始违法乱挖啊，而且检方在今仔日甲主嫌也个地主，这个地主就是姓赵的曾助。经议员特助等12个人起诉。那高雄市政府是发声明来表示讲，案件是由市政府主动移送检调来侦办，也已经依照废清法，甲行为人虽然罚300万，也要求因着爱轻度甲复原。画面内底，即个田地防污甲毋正残，下底还佫积水。高雄美拢成功，先计养顶几啊块农地，因为风头污沙石啊，转变做一窟一窟。经过几啊届追查，检方初3宣告情节，成功即打拢总起诉12个人。高雄从去年8月起呢，接连爆出有不法分子在大树还有美浓等地区呢盗采砂石并回填废弃物的案件。那事发呢，至今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记者回到了这个美浓大峡谷案第1案的现场，可以看得到这个天坑目前是还没有恢复原状的。检警等等的单位去年大规模追查美浓偷污沙石的案件。
发现成功一大一个姓李的主嫌，甲涉案的地主，也就是前议员的一个特别助理姓赵。姓李的主嫌等人为民国106年开始，就长期伫美浓甲弥道等几啊所在的农地偷挖沙石啊，了后才甲废弃物搁带倒转去，有污染水源的记录。吕某长期主导犯罪集团，犯罪情节重大，对国土环境造成难以恢复之损害，且犯罪所得高达2亿多元，请从重量刑4年以上有期徒刑。成功一大不法所得超过2亿，那姓李的主嫌方要求爱判重刑。检方阁讲，这个姓赵的被告捌参与民代会勘，事后去发现讲，其实伊是涉案的地主，过去捌利用议员得助的身份，甲犯罪集团勾结，犯罪了后态度嘛真歹，请求法院都要给伊判2年以上。这些业者跟特定的政治人物啊，他们的关联性是非常强烈的，在系统上，比如选举这件事情的政治现金或什么。这个是不是我们要有个更公开的制度来限制这样子的这个政治现金？作案时间长达数年，横跨他在担任议员助理的期间。检察官指出，他利用政治身份作案，是不是表示案情可能有向上延烧的可能？偷挖沙石的案件挽过树林，揪出地方复杂正商的关系，未来呼吁都要深入来理清。检方嘛强调讲，会持续追查土地提供者、甲幕后的金主等等，全面打击集团性环保的犯罪。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众党不分区立委今仔日呢是有6个新任立委来宣誓就职。中国配偶李正秀敢有放弃中国籍，大家是拢真关心。内政部是呼吁立法院无符合国际法应该爱改制。那民进党是强调讲这是法治的问题，唔是政治操作。也呼吁立法院长韩国瑜应该爱依法来处理。那李正秀本人是今仔强调讲，又去到中国2届申请放弃，唔过拢无法度处理好势。野手宣誓就职，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执行2年条款，后续逮捕6位新任的立委，其中中国配偶身份的李正秀，敢会放弃中国籍，引发讨论。第3国会新会期报道第2天，伊也亲身对外解说：曾秀唯一效忠中华民国。我虽然不在台湾出生，但来到台湾落地生根，生儿育女，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出入大陆一样用的是台胞证才能入境。其实我跑了2个地方，然后特别飞了一趟大陆，到目前为止还是无果。强调家己自出世到今嘛，敢若提过中华民国的护照。原来根据内政部指出，1月30已经函请李正秀按照国籍法办理放弃国籍的程序，也伫2月初2下晡，甲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申请表送到伊的国会办公室。佮发现若准就职进前无办理放弃外国国籍，就无下国籍法，立法院应该改改制。真正共款是中国配偶，红改制的花莲县核电厂的船长郑万华又到立法院声援。回台湾付出这么多，我们的刘世峰刘部长能够讲出这句话，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得人间疾苦。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华民国的内政部开始帮对岸跑公文了。这边已经签署的这些是一个就是对岸公安局出入管理局不受理的文件在这里，我会转交给内政部，请他们去放弃看看。都是强调家己唔是唔放弃，是按照台湾的规范到中国申请的时一直失败。佮强调就亲像刘委会主委屈水正所讲的，伫现阶段两块结果之下，无人会当完成这件代志。市长，你会解职李真秀？这个在没有任何明确的法源依据下面，可以随意的指手画脚，然后就要立法院听内政部的话，我觉得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了。民进党团今天也不会派人出席这个有可能有违法立委的宣誓现场。如果韩国瑜院长要变成犯法的帮凶，那我们只能给予祝福，再次呼吁民众党不要把法治问题包装成政治问题。那也呼吁内政部卖高一平解说法律，那么就是迫害宪政的行为。另也是重新强调，每一个立委办公室都能当参与机密会议，也当讨机密的资料。除了呼吁行政机关注意，立法院内部也应该修法，阻止有相同国籍疑虑的人参与，避免配合中国伫台湾操作。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这条讲法是正含这台北渔产运销公司冒风做的这个玻璃拢回收厂，顶礼拜六发生公安事故，一个17岁姓叶的小女呢，无细力加入去加水机内面，当场死亡。所发现讲这姓刘的负责人呢，无甲这死者投保这劳健保。也那台北市劳动局已经完成劳检了，已请这劳保局来裁罚。也那警方呢，也甲这负责人依照过失致死这案法定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消赶去事故的现场，台北网甲顶个月31发生严重公安的事故，一个17岁姓叶的查某囡仔，伫台北渔产运销公司外包经营的玻璃桶回收场咧做工课。迄天身体无爽快，先去互医生看，才去上班。想要到上班的时阵，煞加入去加喙的机器内底。消防员赶去现场，不过这个查某囡仔已经不幸死亡。据现场管理人员刘先生表示，该名员工服务资历约8个月，当日身体事有不适，中午看诊后，随即于下午3点再至现场作业。17岁少女在万华的保利龙回收厂打工长达8个月，如今意外身亡，但没想到雇主却从未帮她投保过劳健保。北市劳动局已介入调查。针对这个重大职灾，台北市劳检处调查发现讲，为加喙或者是办好嚼的机器内底要把物件摕出来的时阵，机器爱先停止运转，这个姓刘的负责人违法，已经构成这案法刑事责任。另外，业者和还未满18岁这个查某囡仔，伫运转当中的机器做有危险性的工课，同款有刑事责任。他已经未满18岁，然后雇主就让他从事这个危险性的工作。因为健保劳保，他权责单位是劳保局健保署嘛，所以后续我们就是把他的资料就移给他们了。劳动局已经把这个案件移请劳保局甲健保署来裁罚。因为代志发生的现场并无监视器，家属也是希望会当理清事故的真相。目前警方以违反这案法、过失致死等罪嫌，把这个姓刘的负责人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过年要到啊，真侪人拢会赶膝头。这劳动部长洪新汉也带警官，会同地方政府事业主管机关进行过年进前的职场安全检查。这届联合检查呢，这南亚科5A 公用厂建筑也有环境工程，拢总违反14项，停工5项，罚55万。包部长都检查过了，今天施工架上面没有任何杂物。劳动部长洪新汉初三早起亲自带队去新北泰山的南亚科5A 公用厂建筑甲环境工程，现场杜绝这条安全防治劳工过路。看有的时候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缺失，可是当它发生灾难的时候，当它滑落的时候，当它坠落的时候，往往就是一条人命。劳动部长洪新汉强调，会甲地方政府合作，接落来会按规公布重大职灾相关数据，希望全民同齐监督。即摆伫北部的稽查发现，南亚科5A 公用厂建筑甲环境工程查出有违反14项处，停工5项处，裁罚55万。违反内容以承担管理对路顶防护措施不足。我们南亚科技一定会遵照部长的指示在这个公安方面继续跟我们的营造厂商努力加油把我们的公安做到滴水不漏我们会尽力的去做。除了北部进行细部村安联合检查，劳动部处长是去中部的中量钢铁公司查出违反14项处，停工1项处，裁罚30万。违反内容以对路感电、甲强悍空间等防护措施不足。另外，伫南部的台湾绿石工业公司林园厂有违反6项处，裁罚9万。违反内容以火灾爆炸感电等防护措施不足。这么庞大的这么一个工厂，那些管线的这些缺失，我们都还能够检查出来，这些都是为了要维护我们劳工朋友的安全。为了预防细物赶工作业因为疏忽来发生危险，也是提悬过路风险，劳动部为1月23起执行为期42日，创案期间加强职场防灾实施计划，毋忘督促各事业单位落实防灾措施，让每一位劳工拢会当平安过年。记者综合报道。今透早4点外，新北土城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这5楼含住伫厝尾顶的住户拢头晕，大大小小拢总有7个人送上病院。消防人员初步判断是露台热水炉无够通风所引起的。不过昨下晡呢，有一个11岁查某囡仔因伫咧困倒，却熊无喘气心跳，敢是这一氧化碳中毒来死亡？检方阁需要调查。
救护车驶到有够紧，赶到报案的现场，救出来7个住户妈妈和亲情2个人头亡，还未到5岁囝儿和朋友等人嘛，互做伙送病院。经过警消的调查，怀疑是后路台烧水机未通风，引发一氧化碳中毒。在现场也有量测这个 CO 的数值，那发现有 CO 的成分在这个空气里面。不过经过医院这边处理之后呢，其实这些民众他大概身体都已经是恢复的状态哈。疑似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是发生在新北市的土城，案发的5楼和厝顶加起的住户，拢总有3个大人4个囡仔伫厝，初三半暝4点外，妈妈当在洗身躯是雄雄感觉无爽快，接落来陆续有其他的人嘛无爽快。消防事后检测验出厝内有一氧化碳，数值差不多37 ppm， 而且这个厝内前1天已经有人出代志。可能是我们那个太密闭了，医院测出来说也是一样，也是中毒。前跟妹妹是怎么样？可能也是这样子，然后看完发现。厝内这个11岁的查某囡仔，家己一个伫房间困倒，早日下晡2点外，妈妈要叫伊起床，但是伊拢无反应，紧急抢救了后宣告不治。警方初步排除他杀，查某囡仔的亲友嘛怀疑讲，有可能嘛同款是一氧化碳中毒。初步检视无外伤，死因仍待调查。当来看案发的时阵，这个妈妈嘛伫厝，啥都完全无镜头。若是拢倒家，大人和囡仔比起来，耐受度是较悬。但是过10几点钟，长时间一直偏着，一直到厝内有人洗身躯，结果陆续出状况。目前检方已经完成验尸，初步检视发现讲，查某囡仔吐白泡，腹肚胀起来，会持续厘清死因，敢和一氧化碳的中毒有关系。其他家人可能进进出出这个家户哈，那所以说可能会有些其他外在因素，氧气把它做个缓和哈。今年的统计较大，全台湾已经有25个人一氧化碳中毒送病院。佮以最近5年来分析，雅士烧水机引发的一氧化碳中毒案，有9成拢是通风歹造成的。消防署提示讲，烧水机的环境必须要保持通风，若是装伫室内这所在，佮较要注意敢是有强制排气的功能。记者综合报道。路见不平，真正是气死过路人。前几天啊呢，这高雄有一个60多岁翁仔某呢，因伫咧南马溪附近的行人专用区散步，煞互一个环保局清洁队的员工呢，骑电动车弄到。翁仔某要求讲着爱报案，对方煞来起骹动手。一个大学生和伊的女朋友经过赶紧来阻挡，市政府表示讲，这个清洁队员已经送科技会处理，也会交予司法来调查。见义勇为，成功阻止暴力行为，恭请市长颁奖。为市长陈其迈手头接过感谢状，今年21岁姓简的大学生，顶个月底骑车经过南马溪惠民街道，看到路边有一个查甫人拳头抱地咧，对一对老翁仔某一直争，其中70岁姓林的一伙人互拍甲规面全毁，两翁仔某一直发救人，大学生看办事唔对，赶紧走起来阻挡，甲人先压伫咧涂骹等警察来。过程中，大学生也个姓马的查甫人前几落下来接受市长表扬的时，面有带伤。这个大学生讲，伊无后悔救人，一切交予司法去认定。让他不要动而已，对，尽量不要让他伤到我而已。所以，对，要告我是他的权益啊，会不会成功就看这个台湾的法律。那像我后续也有教导小孩，就是后续如果像遇到这种事情，可以有更完善、更周全的方式。对爸仔囝的互动，会当看到爸爸骄傲甲唔甘。市长陈其迈也肯定这个大学生的善良甲勇敢。啊，那拍人姓马的查甫人，经过调查是高雄市环保局的清洁队员，已经做20档。迄天骑电动车骑到这对老翁仔某发生冲突。市长讲，虽然是下班时间发生的代志，不过环保局第一时间已经先甲人停职，送考核会查办。姓简的大学生也对姓马的清洁队员提出伤害告诉，市长也协助厘清。见义勇为相关的这个收集到的这个证据，也移送给这个检方来进行这个厘清。目前3方面互相提告伤害不宜个，互人拍的老翁仔某，儿子送已经70岁，儿伯送64岁。面对身材悬大姓马的查甫人，根本无在调反抗。加在有一名大学生出手来救人，那么这2个聚会人都唔那是轻伤尔尔。记者郭家祖、柯兆勇、高雄场报道。来看彰化市这间皮肤科诊所生理是真好，有限制这挂号的名额。就风声讲咧，有人替患者排队挂号排一届是收1500块。诊所强调讲，因拢唔知影，也拿这卫生局伊会讲会去查，也请诊所改善。诊所还未开门，门口就排甲热热长，等咧领号码牌啊。倒飞去往前。
8点多啊排得到吗？是不是它有限名额？有，但应该是有排到，所以他才给我单子。天气遮寒，民众伫遐等，就是为着要抢这间诊所的现场挂号的名额。中华这间皮肤科的诊所，因为病人伤济，所以先甲网络甲电话挂号停掉，改做回诊的病人预约，也是现场挂号才会当看病。因为去年5月开始，又搁讲要医护医疗的品质，平常日每一个时段原底有40个现场挂号的名额，也改做25个。拜六甲固定假日，干那15个，互民众看病搁较困难，所以也出现排队的黄牛。1500哦，嘿，我1500，无伤的，无伤哦。啊，但是你敢会讲开1500个人来替你办？袂啦哈，家己来就好啊。因为它有限名额，你没有预约的话，你一定要自己来排啊。你没排不到啊。排队黄牛伫网络求生理，讲只要付钱就当代替排队，计销大约1500块。因那将法官卫生局也要追查，若准确实有非法求生理的行为，会对黄牛开罚单。本局如查证属实，将依医疗法第9条规定，利用传播媒体或其他方法宣传医疗业务，以达招来患者医疗为目的之行为，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以下罚锾。诊所表示，代替排队是民众之间私下行为，因是唔知影。卫生局表示，除了会派人查，也甲诊所沟通，调整看诊的时间甲名额，避免这款状况又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县有一个果子园，伫咧种草唔定定有牛走入来，甲这个草唔的叶仔食了，报案了后，同款是找袂到牛的主人。这主人这个头家呢是真无奈。草园园内面竟然出现几若只牛，而且搁哪行哪食，看起来真爽神。不过果子园的主人心肝内实在真无奈，因为除了讲这牛唔是因饲的，而且互牛食过草园叶啊，那致使草园袂当顺利生长，把造成农民真大的损失。你完全没有叶片，你就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这件事情。你要转化储存糖分，你要开花结果，其实都需要叶片。这样吃完这样子，又要2个月之后，可能才叶子还会长回来。对，所以这整株其实现在就没有产值了。我菜种上去以后，一段时间他就来采，就才把菜也采进去了，没办法生了。有农民讲，过去特别发生过这款代志，报警察了后，煞无人承认这牛是啥人的，就连附近的菜园嘛受害，而且牛有愈来愈多的趋势。希望他能够牵绳这件事情，或者是做成围篱，就圈养他的牛只，结果完全无为而治啊！就是越养越多头。依照动物保护法的规定，饲主对其所饲养的动物负有管理与照顾的责任，不得放任动物任意行走。后续如经查证，确认饲主有未尽管理之责，本所将依照动物保护法的规定予以裁处。果农讲草园的季节特别来啊，不过今年受到牛害影响，恐惊过去一冬又搁做白工，即马只希望牛的主人赶紧出面，好好管理这个牛，唔通互因继续搁四界乌白走，破坏人的农产。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加赛造成环境污染，袂当当作肥料。台东有民众检举讲有货车载几只的加赛，这环保局和警方去稽查，发现讲这加赛是对家己载来的，上济会当罚到30万。台东县青瓜赛联合稽查小组接到人检举，讲伫台东县一个抗地亚停的货车顶有臭味，敢若是鸡屎肥。稽查人员伫塑胶袋内面采样，查到自家己运来2车青瓜赛。据了立春了后，农民开始报警，会伫果子园落肥。有农民是使用处理过屎肥，因故也是有一寡农民会用无处理过青肥，容易造成环境污染。台东县环保局自108年开始，伫关界公路甲警方联合稽查青瓜赛运入来台东的情形，到113年总共查到22件，去年是无查到，因故今年拄开始就查到1件。这样的一个违法的情形是，他没有携带这样的一个清运的一个证明文件，那是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9条的一个规定。环保局讲，若无照规定申请就运青瓜赛入来台东，会罚6万以上30万以下。最近，下国家警方伫咧公路联合稽查非法运送青瓜赛行为，维护环境的卫生。记者综合报道。
这第6届台美经济欢迎伙伴对话顶礼拜伫华府举办，这是自2020年举办以来台美主担人头一届实体对谈。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也对外说明台美未来合作的战略方向。目前呢，这中国国民党正在北京进行各项交流，面对着这中共的威胁，总统是呼吁拿赢，袂当拢唔审查这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和国防特别预算，加来要进行各项合作，对台湾来讲这是真危险的。总统也爱民众来判断，讲是甲美国合作走向国际，或者是各项交流对台湾较有利。第6届台美经济欢迎谈判对话顶礼拜伫华府结束，这是自2020年召开以来台美头一届实体对谈。总统赖清德车衫带领经济部、外交部，说明双边未来合作战略的方向，伊甲重点放伫供应链安全、关键矿物、甲无人机等等的领域。他希望我们这道的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的国家去，协助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稀土供应链安全上的一些韧性。外交部要成立一个无人机外交的工作小组，也包括帮助我们的友邦这个部分也是台美合作的一个重点。总统嘛讲到台美发展经济成果，不过拄好是国共智库论坛当咧北京进行的时阵，由国民党副主席萧福吟、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德主持。罗总统这个时阵开记者会，外界解读有竞争的意味。我们并不是这个目的，但刚刚好可以让国人做一个对比。到底我们要继续携手美国、日本、欧洲友盟国家走向世界，还是要再度的锁进中国，去推动所谓的2次西进。强调是和百姓比较，政府甲美国合作走向国际，或者是国民党选择甲中国交流，都一种对台湾较有利。总统嘛，佮甲在野党发声，总预算甲国防特别预算无应该持续卡关。不能够不审中央政府总预算，也不能够不审国防特别预算，只进行国共的合作。这对台湾来讲是危险的。台湾必须要有厚实的底蕴，厚实的底气，要有强大的国防安全力量，才有办法对等的去进行跟两岸的交流。有关两国关系，台美对顶贸易协定，罗总统讲真紧就会有结果。嘛，会有立法院后续审议的时阵，会当下过党派的立场，依法审查，共同守护谈判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国发会今日召开记者会，这主委刘叶俊显伊是表示讲呢，国发会今年的台湾经济成长率目标设定咧4.56%，而且人均 GDP 是设定咧42170块美金。虽然讲这经济表现了真好，不过有民众讲因根本就感受袂到。人力银行表示讲，人均 GDP 要到美金4万之，可能是科技业、金融业，甚至是医生较有可能。国发会举行年终记者会，各界关注台湾人平均 GDP 今年敢会当继续超过日本、韩国。国发会表示，台湾人平均 GDP 为2011年的20866块美金，当年提升2021年提悬到33111块美金。主计总处有估今年有希望来到40951块美金，超过日本、韩国。也毋过国发会将目标设定伫42170块美金。只要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有达到2%的话，那应该就是蛮有希望，就是说会上4万点左右。每一个工作都有不一样的薪资阶段啊，对啊，所以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标准。大家体感一般来说应该80万就很多了吧？对啊，那你说126，那落差蛮大的对2026年，一人平均 GDP 要挑战42170块美金，不少民众讲无感觉，领导专家认为，要达到一人平均 GDP 42170块美金换算落来，相当会期要达到10万台票。以今麦就业市场来看，恐惊只有科技业、金融业，也是医师专业技术才可能达标。对服务业来讲是天顶星，除非是这种餐饮业啦的这个储备干部才有机会年薪破100万。不然，其实如果以月薪3、4万来换算的话，可能一年年薪也大概只有50
到60万的一个这个水准。除了一人平均 GDP 会超过4万美金，观察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估计总署去年11月预测3.54%，不过国发会预期经济成长率会当提升0.57个百分点，来到基准预测的4.11%。若个大上积极政策效益，预估会当个提升0.45个百分点。所以国发会将经济成长率目标设定伫4.56%，只是面对这样好的经济故事，煞出现畸形化现象。半导体产业受益 AI 发展投资，一人平均 GDP 4.2万块美金，其实已经达标。反过来看，团产服务业恐惊爱转型升级，产业实力也爱头家愿意为员工加薪，才有机会缩小薪水的差距。记者综合报道。规台车大家暗梭梭，为着民众的交通安全，这交通部拍算要甲轿车的价一纸，通工率设一个统一的标准，希望减少上过暗看不清楚造成交通事故。今年2月28日领牌的新车就要符合规定啊。路的真侪车拢会搭计小纸，不过见光率拢无同。为着民众的安全，交通部对去年开始推动汽车计小纸的规划。甲见光率的标准统一，互驾驶驶车的时会当看较清楚。交通部表示，对2月开始，头一届申请领牌的新车就会开始管理。一般的车辆就是前挡透光率这个隔热纸要求70%，前侧窗要求40%。针对计程车跟幼童专用车的部分，基本上前挡要求70%，这个后面前侧窗。后侧窗还有后挡，基本上都要求透光率40%。交通部希望透过这项政策，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消基会认为这项政策真好，不过若是实施一阵仔了后，发现效果有限，建议也会当考虑对旧车来做调整。因为只从新车来做实施，那万一改善道路安全的成效是比较有限的。我们说不定也可以考虑日后要不要订定落日条款的缓冲期，把旧车也可以把它纳管。交通部嘛提醒车主，若有搭计小纸的需求，爱选有下规定的，唔通乌白搭。若违规，互人抓到是会开单，甚至吊销也是吊扣牌照。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咱台湾人真爱食鸡卵，不过去年中华有验到这分普年鸡卵，即摆台中搁再爆出禽流感咯，这鸡卵的食安问题引起大家关注。为了要确保这鸡卵的卫生安全，农业部伫咧1月14有预告修正，那准有一定规模的连锁餐饮烘焙业早顿店，就要用这有塑原码的细酸卵。拍算呢，7月初正式来实行。就民间团体是提醒讲呢，这细酸卵是有用水洗过，天然的保护膜也会洗掉，保存的期限就变较短啊。建议店家卵叫入来了后，尤其是爱冰起来。最近得禽流感的鸡卵流对部分县市引起社会不安。农业部有预告讲，自7月开始，有一定规模的连锁餐饮业、烘焙业、甲早顿店，也是资本业有到1000万以上的业者，爱使用有喷塑原码的细酸卵。针对敢有可能起价的问题，有民众认为讲无要紧，食安较重要。看到讲有起价的情况。其实没差，对，反正都要买。东西真的是靠运气耶，有时候你觉得这一家的品质一般的那个口碑都不错，但是还是会吃出问题。根据农业部的估算，大约有330间公司，超过13000间连锁门市符合立管的范围。有连锁早顿店的业者表态支持新制，嘛当地辅导分店专门用细酸卵。从2018年。就有这样的政策了，所以在直营门市的部分的话，我们是提早符合这个政策。现在早餐店纳入之后，我们也会尽快的去做转换。有两行指出，细酸卵确实会比菜市啊线卖的卵价少加1、2成。照规定，细酸卵运送的过程嘛，拢着冷藏。民间团体是提醒讲，市面多数拢是笼仔饲的鸡，鸡卵较高有细菌。虽然细酸卵有用水洗过较卫生，不过天然的保护膜嘛洗掉去，保存期就会较短。嘛建议业者叫卵来了后，要是爱冷藏较安全。不管人工跟过程，它都需要额外的付出心力，所以大概会差10到20% 左右。政府是希望能够溯源。一般来讲，就是笼饲的鸡蛋它比较容易有一些沙门氏，比较希望能够
能够有这个细选非笼养的话，比较友善的饲养方式。那只要做到这个一定的清洁就可以了。若小机会是呼吁业者去给应当爱合理，嘛建议主管机关在新制施行了后，调查敢有无合理业关系的情形。其实英国学校国军顶顶已经有规定爱用细选卵，农业部强调新制是在原本的基础来扩大细选卵的使用范围。新制施行了后，业者若无照规定用有溯源码的细选卵，上当是罚3万，通照会所处罚。记者卢尚如、郑俊尧台北新北报道。农业部推动粮食产业升级，辅导农民改种其他五谷。去年国内种稻的面积已经减少6000公顷啊，也辅导农民设监测器，用这科技来监控土壤温度和雨水量，用这手机啊就当顺产水啊。打收成的田林，准备刷落来要种麦冬稻啊，也是中华二林的客族田。农民免落田野肥，只要把肥料放入食宝机，由专业的人员来操作，就会当自动野肥。种稻的农民免搁一个人拼到要死，加入地方的客族田区，种的过程有科学工具来斗3工。平常时只要透过手机啊，就知影什么时阵爱落肥，什么时阵爱抓药啊、甲压水，甚至若发生病虫害，只要翕相互专家来诊断就会使。我要专家看，就会知影讲啊，这都什么病来，安尼看就知啊。让我们整体整个运作，我们农民现在都是有手机群田，包括手机去看的整个契作里面也超过1500公顷，我们目前有700多个契作农户。真久以来，稻啊只要送交公牛，就会使补价来收购。这个制度，互真侪老农民甘愿种稻啊交互公牛，所以品质甲价效嘛真恶扭起来。即马农业部推动升级的计划，除了鼓励转种别项，嘛辅导建立集团的产区，提高调节市场的韧性。由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需求来控制，说我今年要契作多少的这一个面积，所以在整个生产的这个产量的部分不会有这种超产或者是不够的这个问题。目前全台湾建立111个集团的产区，面积有超过39000公顷，嘛比前一年增加4000公顷，加做外销的主力。去年外销去澳洲、日本、加拿大、美国、甲斯里兰卡等等的所在，加共拢总有8797栋。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婚姻轮配，这罗厝公墓边的空地啊，招民众乌白单本数。公所去年7月呢，有设监视器，半年来已经开30多张的款道单路，也呼吁民众若准去互查到，上济罚6000块。1月2日下晡2点多，民众骑奥多摆去公共文化部边的空地，直接将2地家用粪扫拼位空地内底，还佫有前一日20暗时7点多，嘛有民众将粪扫摕来遮等。不过这行为拢已经互电眼翕落来，公所清洁队随开款道单。然后他们就骑着摩托车过去就丢。那过去还有发现，就是说开车的，那开车的话，我们劝导之后都请他们自动载走。所以我想。做被弃物的弃婴法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民众能够自律。拢是另外因怎车驶咧过，先煞等的啦。啊，大部分什么人咧拼啊？恁了解？无啥知影，因这拢因清洁队尾来调来看的啊。伦北乡清洁队表示，这个空地较我罗厝公共文化部边啊，平常时啊较罕得有人甲车经过。不过自去年开始，防弹农业废弃物加厝内底粪扫，经过公所去年7月增加电杆了后，半冬就开卖30张款道单，后续会研究开发。会考量，就是说，万一真的是经过1年之后，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劝导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考量，就是说直接来开罚这样。然后如果违反任意弃置的话，就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将裁处1200到6000元以下的罚款。婚姻关环保局表示，刷落来年节就要到啊，足侪民众会开始大摒扫，若是有旧家具，也是大型的粪扫要清运，就要先注文登记，呼吁民众用正常的管道清运粪扫，以免违法。公视新闻王伟雄婚姻报道。屏东县政府开3亿2年外重新打造出货地质公园，只过初一已经开播，头一日就成3000人来参观。不过民众质疑讲，这水火共生的景观用阿摩土墙围起来，惊会影响到自然生态。
民众排队入场，屏东恒春的出货地质公园初一闹热开幕，占地大约2.9公顷。县府投入3亿，用2年外的时间重新打造，甲生态树林、出货地质广场以及水池结合。其中上出名的就是甲水对地下浮出来，点火岛变成地火的奇妙景象。跟我们的国防部、跟我们的垦管处，我们做了一个协调，做了一个建设，那正式的把这边就正式的变成一个出火的地质园区，那也保护我们这个生生不息的火在水域里面相互的这辉映。整个出火的地质园区就是一个密林的生态区，还有夜间的观星区，当然还有大家一直都要探究的这个出火的这样的一个水域区哦。因为旅客来出火会当炸爆米香烘来食，后来垦管处就规定，敢若会当观赏。即摆重新开幕，改做水火共生，用阿门土框起来，甲地火围伫中。毋过有民众质疑讲，用阿门土会破坏自然生态，甚至若落雨，惊会积水害火花气。相关的一个排水设施以及生物逃生的孔道路径，我们都已经有预留好。也谢谢之前有热心的一个生态民众也提供我们的意见。县府是回应讲，这是为着让民众会使挖近地景做的规划，并无出现积水的情形。县府嘛希望重新开幕了后，未来出火地质公园会当成做南台湾看天星和观察地质的好所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唔知观众朋友恁敢知影？有人讲，托你讲一年做3届圣诞，做3届生日，就是2月初2、8月15，还佫一天就是12月16，也就是咱讲的八节。今仔日就是旧历的八节，来看这中华有少年家啊，邀请北中南的总铺师用这手路菜来办八节，内面也出现真侪古早味。多姿赛无用咧准备材料，有南部的台南肉米虾，中部的宝岛酥丸，佮有北部酒家菜、龙虾、小胖狗，一出一出拢是传统的板凳菜。中华少年家发起台湾每个活动，互大家有机会亲身感受传统食板凳的热闹。平常时食买的拢餐厅嘛，伫边啊看板凳嘛较少啊。进前咧食板凳拢是食尔。但即摆来有为头看到尾，看伊安怎煮啊，安怎准备啊，其实感觉袂歹啦。传统旧历12月16会做八家，拜土地公有敬天谢地意思，落尾演变成头家请新郎。不过因为社会形态改变，传统民间办桌的八家即马较少看到。中华民间团体邀请来自北中南的道子西办桌，用手路菜招待大家，互民众认捌台湾的饮食文化。肉米虾就是咱的酒家菜，食起来酸酸甜甜啊。那说是较早老人的点心啦，内底上主要就是猪油尔。大概做买个就是全部我讲的唱歌跳舞啊，吼啊抽奖安尼。其实唔知影有啥物有一个感恩这片土地，才会节气，才会时节，其实咱应该爱知影咱过生活，这是一种作为台湾人就要有这个生活品味。主办单位表示，各地头食尾家有无共的咧，亲像伫南部会甲丸仔放上尾一路，代表圆满；北部会做好家己，嘛就是挂包，代表带财。因希望透过活动，互少年辈会当了解食尾家传统，熟悉台湾各地头的饮食文化甲人情味。记者杨淑成综合报道。全台湾种红葱头的面积大约1200公顷，伫咧台南的就85%，占全国上济。不过去年9月了后呢，雨水较少，温度也是真悬，产量虽然减少600到减少要4成。虽然这产量变少啊，不过大盘呢，去年收的红葱头犹原阁是存袂少，所以这价销当然也扭袂起。天气手亲，种红葱仔头的农民透早就来田里，因为后个月就会使收成做准备。不过去年9月以后，雨是愈落愈少，温度阁足悬的，产量减了4成，而且大盘去年存货较济，还袂卖煞，这期要买意愿是足低，出价买嘛干那一袋斤15到17块左右，甲永年22块比起来，造成红葱仔头量较少，价销煞破落去的现象。盘商他们去年就收很多了，所以他们那个库存还有很多，销不出去。去年价格最差也有大概22块、20块左右。去年雨水因为足少吼，所以讲个产量就减少啦，所以讲农民有哈哈啦，所以讲收成就较无像去年遐好啦，1分地我赚了几千块啊。
红葱仔头的早餐今年继续落落去，卖所在嘛有限，所以北门区农会会伫咧车北举办农业行销活动，推出各种红葱仔头煮食食谱，结合红葱仔头的加工产品，希望伫年节进前，互生意抢滚。把它做成一个即食的，像饼干这样，让人家可以喝茶或者是喝酒的时候做的一个下酒料。一直在媒合很多的加工厂。来行销这个红葱头嘛，那也一直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那到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关于红葱头下去做加工的产品，来让参加的消费者品尝。另外，除了红葱仔头，北门饲沙目鱼的嘛超过1000公顷，希望是大月尾期，目前产地介绍要售一台斤60块，到时嘛会结合红葱仔头行销地方产业，希望会当伫年节进前，甲买沙目鱼的意愿抽悬。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国际科学展览会是亚洲真有影响力的科展。今年国内外有32个国家667个老师甲学生，计共233件作品入选，拢是有史以来上界济。因一日一个请团队共同画都有上台，也是有国家字样甲特色的实验衫。2026台湾国际科展开幕，有32个国家甲地区的代表上台展现创意。台湾学生压上后尾得到上大的掌声。台湾国际科展是亚洲上有影响力的科展之一。今年国内经过评选进入复审，总共有306个学生，170件作品。参与地球甲环境科学科别的台北和平高中学生讲，因平常时无共班，拢业外时间做伙讨论研究。一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校内科展，自己做着以为是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而已，然后没想到后来越做越大，做到之后不知不觉就来到国际科展了，是一个非常荣幸的殊荣。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罗西亚等31个参展的国家，就有87个学生63件优秀的作品。巴西学生路易斯和团隊參與醫學甲健康科學嘅科別。It's very competitive in Brazil, and it's a huge opportunity to be here. But it takes a lot of effort, it takes a lot of work, and to be here, and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教育部處長張廖萬堅表示，台灣國際科展和台灣嘅科學教育甲國際小接。今年上大改變是喺國內加設技術型高中報名嘅工程學科比組，和技術型高中學生會當以實務性嘅研究來參加比賽。記者綜合報道。全觀眾朋友來看國際新聞，為着要減少講，若準備愛稀土，就要甲中國買情形。日本政府初二宣布，已經成功佇南邊嘅南鳥島附近6000公尺深嘅海底挖到稀土，這稀土量應該是全世界第3多。另外，美國嘅專政府也宣布啟動儲備關鍵礦產嘅金庫計劃。日本政府初二宣布，日本海洋開發機構的科研船第9號已經佇南鳥島四邊，大約6000公尺深的深海海層，成功挖到有稀土的土埋。研究團隊推估，當地至少有1600萬噸的稀土，規模的排名是全球第3。日本政府計劃上緊2017年2月大規模來挖，對脫離中國稀土供應鏈的依賴真有意義。2010年の尖閣諸島問題の時の中国による供給停止事態が今回また起ころうとしております。そのために政府としてはしっかりと米国、オーストラリア、ヨーロッパとともにですね、連携しながら調達源の多様化、特定国に過度に依存しないような形の調達を考えている次第でございます。南鳥島佇日本上東邊，雖然行政區是東京都小離關川，但是距離東京都心大約1950公里，島上無居民，不過有防衛省甲國土交通省的人員派駐遐。2011年，東京大學的研究團隊佇南鳥島附近海底發現稀土的資源，按算大約有1600萬噸。第9號今年1月17到南鳥島的礦區，第一批稀土沉積物已經佇2月7日回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伫聲明當中表示，這是日本國產稀土產業化的第一步。その間、仮に日本がですね、いわゆる重機土類など重要なクレアアースも南鳥島で産出できるんであれば、それは日本はそれを世界に他の国にも輸出していくこともできるので。那日本、美國政府也伫初二宣布啟動欠關鍵礦產的金庫計劃。Just as we have long had a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and a stockpile of critical minerals for national defense. We're now creating this reserve for American industry, so we don't have any problems. 这项计划的资金有120亿美金，包含20亿美金的私人资本，加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金，用来欠汽车业者、科技产业、甲其他制造业所需要的关键矿产。美国进出口银行表示，已经伫车资核准这项贷款。无签名的北京官员证实，这笔资金会用来确保关键矿产的供应，并且甲因牵起来。主要就是要一步一步甲中国伫关键矿产方面的影响力写互家。公司新闻警员强编译。劳资谈判无结果，德国的都会公共交通运输业车资发动大罢工，这边将要上班上课拢爱开正长的时间，后一回劳资协商按算是车到进行。德国首都柏林这几日的气温拢只有个位数，甚至比摄氏0度低。路面家庭行道也有残留的积水，因为顶日劳资谈判陷入死局，各大都会的公共运输业在工会号召之下展开大罢工。真侪出门上班上课的民众不得已爱伫低温之下用行的，心中真无奈。Es fährt da gar nichts, man hat viel zu laufen. Entweder muss man sich einen Fahrdienst suchen. Ansonsten, ich fahre jetzt bin jetzt hier laufen, dann fahre ich mit der S-Bahn. Ja, es war schon ein bisschen nervig. Ich gehe hier in die Bibliothek da gegenüber und wollte lernen, aber ich habe jetzt, ich glaube, ungefähr eine Stunde gebraucht. Normalerweise brauche ich ungefähr eine halbe Stunde, aber bei mir fallen auch gerade die S-Bahnen aus. Also es ist Baustelle und der Streik und ist dann schon ein bisschen nervig. 唯一无受影响的地区是汉诺威、哥廷根等城市所在的下萨克森邦。当地政府甲工会另外有所有的和平协议，所以运输工会无参加这摆罢工。另外，国营的德国铁路公司 DB 也无受影响，所以包括区间列车、长途高铁 ICE 甲德国铁路经营的各地集群，伫罢工期间拢照常行驶。I can find solutions because like the place that I work, it's not that far off, so I usually have the option to take either the bus or the U-Bahns or something alternatively. 这摆发起罢工的运输业工会范围包括大约150间各地方政府的铁公路企业，会员人数约10万人。工会指控资方也就是各地方政府要求员工放弃病假给付，来强化改善设施甲春秋工时等待遇。在双方无共识之下，造成这摆罢工。后一摆的谈判有计伫6月7号举行，工会呛声，若资方无重大让步，也会有进一步的罢工行动。公司新闻徐家珍编译。伫咧去年底，西班牙完成全世界头一个由安乐死的死者所管出来的面部移植手术。接受者是一位去学堂加着细菌感染，害面部组织海气筋膜受到伤害，无法度食物件甲讲话。经过移植了后，还有复健恢复情形是真好。全世界有54例面部移植，西班牙就做超过6例啊。这个查某患者接受过面的移植手术，伊伫巴塞隆纳的希格伦国大学病院医疗团队陪同之下，手术了后头一摆公开甲大家见面，伊感谢观众者甲家属，也分享开刀了后的心情。Sé que estaré bien porque tengo que estar bien. Entonces, pues ahora toca hacer mis deberes, porque ellos ya han hecho todo lo que han hecho y están ahí dándome soporte. Pero claro, yo ahora tengo interés en volver a gesticular normal, como era antes. A mí me gustaba mucho reírme y ahora me río, pero con una risa un poco así rara. 虽然面的表情甲讲话小可硬正，不过这个患者手术了后，经过4个月复健，总算会当讲话甲食物件。2年前，伊去有汤拖顶着，伊的面引起真严重细菌的感染，医师甚至无法度正常喘气，因为伊的情形真激烈，无法度透过一般整形外科技术来治疗，所以医疗团队决定甲伊做移植面的手术，用一个在生就同意器官移植安乐死关症者的面，而且病院嘛讲出关症者以支持关器官的初心。Y lo que expresó con las limitaciones de su enfermedad es que la gran felicidad que le daba pues el poder no solo donar todos sus órganos, no solo donar todos sus tejidos, sino también donar la cara para ayudar a todas las personas posibles. 这届手术动员超过100个医疗人员，经过真复杂的显微外科技术，差不多24点钟才完成。开刀的团队都要确认所有的筋膜、神经等等的结构，拢要准甲接起来。而且移植面的手术比对的条件相对较严格，
毋但血型一定爱共款，头壳大细粒嘛爱差不多。伫西班牙伦理上嘛规定性别爱共款才会使。嘛因为即届是安乐死的捐赠者，甲传统捐器官有紧急的时效性来比，医疗团队有较侪时间来规划，而且伫手术进前做3D 的模拟，有关伊失眠的器官的历史，嘛写出新的记录。公视新闻张淑芬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13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4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5度到28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4度到24度。宜湖金门马祖对10度到19度。还有未来3天以上。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